毋过这老的老布丁，除了帅哥美女之外，南部有袂少拼连任的立委是咧拼真材实料甲问政的功力。像台南的陈廷飞甲林彦祖，因咧问政都拢真险真辣。啊，高雄的左南区有国民党的黄兆顺、民进党的刘世芳，甲外号女贵党的企业家郭新正，这届是三个查某人的战争。我这一杯水就是送给你。用最破人的面，当事人所惊到，连任3届国民党台南市议员林彦宗，在议会内面一向拢真险。咨询者委员的一个2016年摕到全国第2高票立委陈廷飞，连任3届，在国会的质询完全无保留，这摆要在台南市第3选区继续拼。你还要打我吗？你还要打我吗？揍你啊！你打看。我伫立法院选李庆华吹配出身政治世界现任立委区议员，这阵嘛真车时常变成新闻人物。这摆伫高雄第1选区，要对国民党提名有机会小嫌掉之称的王凌娇。做赢南马坑竞争嘛真激烈，有3个女性的竞争。站条我会来哦，站条我会来哦。代表南阳市捌当面抢高雄市前市长陈菊，国民党籍资深立委黄兆顺对民进党提名，捌做高雄市副市长的刘世芳，要一个新人，自称是女贵党的企业家郭新正。能够用我企业家精神，把专业的人才汇集，然后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。南部较重人情，学者认为讲，有咧经营地方的人，比新人更较有机会。也可能只是在地经营，你很难说透过媒体，然后来让这些新人获得媒体的注目。人巧口才阁好，好人印象较深，才有法度掠到选民的心。